12月7號記得投票。大家好，我係譚振國，新社聯理事長，亦曾擔任東華三院主席，有商界、社福界及教育界嘅經驗，可以為北都發展提速增值。請支持1號新社聯譚振國，多謝。大家好，我係2號工聯會曾勁聰，而家就任第3屆嘅全職區議員，服務地區超過20年。進入立法會，我希望可以幫大家反對擴大輸入外勞，保障打工仔嘅權益。請大家支持我2號工聯會曾勁聰，多謝。大家好，我係3號嘅沈鴻傑，作為一個律師同埋區議員，我深知元朗、天水圍同北區嘅居民對北部都會區有殷切嘅期望，亦充滿憂慮。我參選就為咗用我嘅專業同埋經驗，為大家爭取一個發展同生活並存嘅未來。大家好，我係4號廖子聰，新民黨公民力量立法會新界北嘅候選人，係現任嘅沙田區議員、選舉委員會委員烏溪沙及長徑村嘅村長，自2015年起扎根新界，服務社區。大家好，我係民建聯姚明，立法會新界北5號候選人，服務社區已經超過20年啦。無論災情疫情，一直都在。今次參選，希望同各位市民一齊努力，打造屬於我哋嘅幸福北都。北都工程涉及大量收地工作，振國認為一定要做好安置，將對居民嘅影響減到最低。收地同安置無縫交接就一定係最好，但若果做唔到，振國一定會諗辦法協助。新社聯喺新界有2個過渡性房屋項目，振國認為可以俾受收地影響嘅居民暫住，作為等待專用安置屋邨嘅過渡安排。居民唔愁冇地方住，做好安置亦都可以提速北都發展，一舉兩得。另外，工程期間亦都要多採用創新技術，令施工對附近居民嘅影響減到最低。例如落馬洲河套早前採用創新方法，橋梁嘅預製組件組裝好先運到現場吊裝，大大減少封路嘅時間。我當選會推動更多工程採用創新技術，確保減少對市民嘅影響。對於北部都會區工程嚟講啦，我哋會留意翻幾樣嘢啦，盡量避免居民嘅生活受到影響嘅。第一樣嘢啦，我哋係希望交通配套嗰方面，因為而家亦都有好多地方係要局部封路啊，或者係一啲工程車進入嘅時候，會影響到我哋嘅居民出入嘅。咁我哋都建議翻工程嘅時候啦，要協調翻本身地區住緊嘅居民嘅情況啦。咁第二樣嘢，對於現階段咧有部分嘅北部都會區發展地方咧，其實周邊都係荒地嚟嘅。我建議咧就以日夜班嘅工程咁去做，提速提效咁去做，因為借呢個機會避免影響到市民到時工程期間嘅時候嘅一啲聲浪啊等等嗰啲都影響到本身嘅居民。咁我都期望可以陪伴大家喺北部都會區嘅發展裏邊守護居民。呢個問題嘅核心係政府如何喺高速發展同埋居民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我認為特區政府必須做好以下3點：第一，政府必須成立一個跨部門、具最高決策權嘅北都工程協調辦公室，並積極研究引入智慧工程指揮台，從而更精準咁樣實時預測同埋管理交通、噪音、阻空氣污染。第二，政府必須主動疏導北都工程帶嚟嘅交通問題。我建議政府要實施工程車流與日常交通分離嘅策略，同時要馬上全面升級雞嶺、大頭嶺迴旋處嘅智能交通燈系統。第三，政府必須喺收地同埋賠償上做到提速、公平，加快處理合理嘅賠償同埋安置，確保每一個程序都公平、透明、高效，保障所有受影響人士嘅合法權益。北部都會區工程龐大，施工期間必然對交通、環境同埋居民嘅生活造成影響。交通方面，我覺得政府應該採取分階段嘅施工，建立代替路線，並且透過 App、社交媒體、路面信息板發放實時嘅交通資訊，同時亦都要增加公共交通嘅班次，減少擠塞嘅影響。至於環境方面，施工期間一定要嚴格控制噪音，設置隔音屏障。至於居民方面，政府應該主動同居民溝通，俾受影響嘅住戶有充分嘅時間準備拆遷。政府亦都要協助合資格嘅居民申請安置屋或者過渡性房屋。至於村落寵物嘅問題，可設立臨時嘅收容中心，並且容許居民遷入之後保留少量嘅寵物，確保人同動物都得到妥善嘅安排。當政府喺我哋新界北進行北都工程嘅時間，我認為最重要嘅一點係唔可以影響到我哋北都會現有嘅交通。例如早前喺馬會道同埋粉嶺公路嘅匯合處，繁忙時間出現嚴重嘅交通擠塞。原來因為工程改道而出現問題，好彩有關部門及時修正，改善翻交通嘅狀況。另一個問題係我哋北都會其實開始越嚟越多人搬入嚟住，但係整體嘅公共交通運載量係未有太大提升㗎。北環線又未起好，原區就業
未有大幅增加。好多居民要跨區就業，好多居民都要出外返工，結果交通係好容易擠塞嘅。無論係東鐵線或屯馬線，係咪有空間去到增加班次，定係加強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務？我認為都係有必要，唔能夠因為發展而影響到我哋新界北居民嘅生活。